喺稍後請收睇11點新聞。歡迎收睇11點新聞。今日，大眾聊天室主席羅致森在任期結束前發表最後一次講話。時光飛逝，轉眼間大眾聊天室即將成立1週年。喺呢一年裏面，我哋從冇到有，由白紙一張去到今日嘅成就，實在係唔容易。由而家群組已經有超過160人。呢個唔單止係管理員嘅努力，仲有賴各位成員嘅踴躍參與。我喺呢度衷心感謝各位嘅成員。呢個講話原本應該係由關俊耀去發表㗎，但係佢不幸地喺1月嘅時候被彈劾咗。當時我臨危受命，由副主席升咗做主席，一直就做到今屆完結為止。有朋友問我點解唔競逐連任，繼續做主席？係啊。我有信心，一參選就能夠輕易獲勝。我可以一世都做主席，做到死為止添。但係我咁做有啲咩意思呢？我原本就係打算以大眾聊天室副主席係作為群組服務嘅終點。我係冇諗過係能夠升任主席，對我嚟講已經係好額外㗎啦。因為我既然喺生日群組嗰度係做緊總統。咁其實我初頭都唔係咁願意喺大眾聊天室亦都做主席，兩個群都做阿頭。因為大眾聊天室，我覺得應該係由其他人去擔任呢個主席，而我喺生日群組以總統嘅身份，繼續同我親愛嘅夥伴大眾聊天室緊密合作。我喺大眾聊天室擔任副主席同埋主席期間，同群組成員經歷過風風雨雨，我哋經歷過無數嘅挑戰，我哋一齊去面對。關俊耀雖然係被彈劾，但係佢作為創群嘅主席，為群組指明咗方向，在任期間貢獻良多，成就咗今日嘅大眾聊天室。因此，懇請大家感謝曾經服務過同埋而家係在任嘅大眾聊天室管理員。我只係冰山一角。新聞報導完，各位晚安。